今年全國新種運動會游水比賽佇咧今仔日起告咯。新竹市的代表李玉玲，伊佇咧女子組100公尺掠高游，以1分02秒72摕到金牌，伊嘛超過家己頂一回紀錄。跳台邊的丁浩轉水池頂，聽將女子100公尺自由式第一組選手跳入去水內，大力游出去。第4水道是代表新竹市的17歲小將李玉玲，50公尺首先來洗額頭。第4水道的藝玲，去年也有跟廷佑一起去參加東京的田奧會。李玉玲自頭至尾受頭前到終點1分02秒72，破家己2年前創下1分4秒46的大會紀錄，摕下金牌。平常比賽的專項是以中長距離還有混合式都練，然後以這樣的訓練為主。然後這次那個準備全障有針對短距離做比較多的訓練，然後也有增加一些衝刺的技巧。你家摕第1面金牌，這擺也報11項。李玉玲坦白講有點仔壓力，不過伊完全享受比賽。一路陪伴的媽媽講，查某囝拄開始是陪哥哥去游水，不過找到成就感就繼續落去了。也不能說是辛苦，但我覺得很開心，他都會跟我分享一些，然後我們也可以在這個當中去找尋他的一些興趣或他的一個困難，我們可以共同面對，然後陪伴他一起解決。我的目標是繼續突破自己的成績，然後希望在全中運也可以就是拿到名次。肢體障礙男子 S5 100公尺自由式決賽，第7水道是代表澎湖縣的林玉淑，出世就無手骨，是 S6加 S5級勇士加自由式全國紀錄保持人，捌做擺參加帕拉國際賽，最後以1分35秒51打破大會紀錄，奪得金牌。也全場運的游泳項目，因為全場別也閣有全場級別分做100外小項的比賽，一個選手上最才報名11項，雖然對身體甲心理的考驗不哩大，不過因要修出自我價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